歡迎大家收睇12生肖開運指南啊！今期講屬羊嘅朋友。未羊嘅朋友，明年係丙午年，係你哋嘅五味嘅六合啊，等於太歲同你握手做好朋友，咁啊全年貴陽運真係頂呱呱。八字學理上邊，丙火生未土，形成印星互生嘅良好格局。印星就好似天降貴人，處處扶持你，係一個機會處處值得把握嘅好流年。尤其要把握農曆2月卯月，卯未係半合。同埋6月未月力量係最增強嘅，仲有呢個10月亥月亥未又係半合，呢幾個月運勢係最旺最強嘅，好適合去開展嘅新計劃、簽署合約嗰方面，甚至乎係擴展人脈嗰方面咧，都係好時機。不過要小心農曆5月，農曆5月就係5月呢個時間，火勢過旺，會容易心浮氣躁，説話要格外留神啦。同埋農曆12月係丑月，丑未相沖，容易有啲瑣碎事情啊、是非啊或者計劃咧突然生變，重大決策咧都係謹慎啲好。基於丙火生旺未土，屬羊嘅你，火土通氣嘅特點，我同你設計咗以下呢個開運嘅方法，幫助你順勢而為，聚氣增運。首先係衣啦，多啲着紅色、紫色呢啲五行屬火嘅衣物。同埋黃色同埋棕色呢啲五行屬土嘅衣服，尤其是重要嘅場合同埋會議開會嘅時間，多以火土相生嘅氣，增強個人嘅緣分同埋自信心。到食啦，多食南瓜、紅薯、栗子呢啲屬土嘅食物，咁啊可以健脾啊、開胃。仲有建議你下晝3點至5點呢個申時飲杯紅棗茶，可以補火土之氣，提升精力。到住啦，喺家居同埋辦公室嘅正東位擺啲紅色嘅陶瓷裝飾物品，同埋一盞嘅燈仔，係嘛，形成呢個木火相生之格局，能夠穩定氣場，吸引多啲貴人力。最後啦，到行啦，主動參加多啲行業嘅交流、朋友嘅聚會，多啲聽取長輩嘅意見，貴人往往就係咁嚟噶啦。最後祝屬羊嘅朋友馬年萬事勝意，家庭幸福。各位朋友，睇完以上生肖開運，係咪覺得好有啟發性呢？不過我都要提下大家，生肖始終都係八字裏邊其中一個字，唔通同一年出世嘅人命運會一模一樣咩？梗係唔會啦！你嘅出生咗月份、日子同埋時辰，咁先至係精準決定你個運勢起伏嘅關鍵。想唔使估下，精準咁預知自己嚟緊邊個月會行運，邊個時間要守一守。我嘅八字課程命理通解真傳，就要將呢種確定性交到你手上，等你唔使再迷茫，自己就可以揸方向盤，精準趨吉避凶。想要了解課程嘅詳情啊，立即 WhatsApp 聯絡我嘅課程助理啦。WhatsApp 係59467440。祝大家新嘅一年行運如魚得水，事業步步高升。